開嚟微波爐先，過5分鐘。好細個佢已經識阿爺喺個廳嗰度瞓咗，咁樣咧就即係冇係咁瞓着咗啦咁樣。佢知道阿爺凍啊，你翻入房瞓啦咁，佢或者會識攞張被嚟冚住阿爺嘅。我有補習。到時我哋老咗，或者仲要佢照顧我哋添，我覺得可能或者個天係賜俾佢係嚟照顧我嘅咧。有人權力做得到，唔係明明老㗎。試咩話試？第日個明佬係天將上智嘅。你揀得㗎，你唔使你揀。呢隻 OK， 好嚟 OK。呢個啊？係喎，班圖知道，OK， 拜。張超雄擔心個女讀埋呢一年就冇得再返學，所以兩夫婦除咗幫佢輪候職業訓練中心之外，仲揾定一啲興趣班俾個女，等佢仲可以過群體嘅生活。我哋繼續爭取落去咧，就幾個方法啦。司法方面咧，我哋會繼續諗。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同政府傾，如果係可以通過同政府傾到講到道理嘅，政府願意睇返即係佢個制度嘅唔公平，連同學校啊、辦學團體啊、一啲專業嘅教育工作者去傾返點樣安排，先至係最適合啲智障學生咧。咁如果傾到一個合理嘅安排嘅話，當然我哋唔使用司法嘅手段添。人生在世都係短短幾十年，咁呢幾十年間，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呢？其實都係揾到一個自己，同埋去表達自己。咁呢樣嘢對於佢嚟講，其實係好困難。佢喺學習嗰度咧，慢慢去好細步去做到。自己攞啦。OK， 中意呢個 OK。好，我哋睇。飛去邊度？飛去。對佢嚟講，可能選擇睇邊個節目就係一種自我表現。咁佢做得到咧，我已經好開心。我都要問。你都要問我而家睇咗咧就係教其實佢都想解決緊呢件事，但係佢就係用一個即係好純粹從資源嗰個角度嚟到考慮啦。我覺得分階段睇學生學習嘅情況，如果係從專業判斷嘅角度啦嚇，有客觀嘅數據去睇，有啲學生佢學習得唔好嘅時候，而且咧唔係留到最後尾，即係要離校啦，你先睇話哇喂，佢讀得唔好喎，佢可以讀得1年或者讀得2年，而係分階段咁嚟到睇咯。譬如你即係佢喺某一個階段學習得唔好啦，佢其實喺嗰個階段，佢就應該有個機會咧，俾佢延長嗰個學習。揾黃姑娘嗰度啦，我哋就一齊話，我哋去黃姑娘度喎，天真數齊人，之後咧咗名咯喎，就叫做刺激。你稍後請收睇康泰旅行社特約《無敵獎門人惡鬥美女廚房》。因收膠袋稅。本地電視由風魔觀眾走向